各位觀眾大家好啊，我係 Professor Papa， 歡迎大家翻嚟睇呢個 Deep Web 嘅外星人文件第3集啊。咁今集咧會按計劃同大家睇一啲51區嘅常見問題噶，而呢啲問題咧都係我喺第1、2集講過嘅嗰份文件入邊咧整理出嚟噶，所以冇睇過頭2集嘅朋友咧，希望你哋可以喺我嘅 channel 入邊睇翻先啦。好啦，我哋嚟到第一條問題，喺51區附近啊有一個黑色郵箱，咁到底佢係咩嚟嘅呢？其實咧呢個黑色郵箱係白色噶，佢本身咧設置喺內華達州第375高速公路附近，由一個普通嘅農場場主 Madeline 所擁有。但係由80年代尾開始，51區同外星人嘅秘密喺美國廣泛流傳之後，有一大班尋找 UFO 嘅人走嚟呢個偏僻嘅小鎮。喺當時呢個信箱仲係黑色噶，因為佢係長70幾公里嘅375高速公路上面嘅唯一嘅地標，所以當時探索 UFO 嘅愛好者就揀咗喺呢個地方聚集。而嗰班愛好者唔知由幾時開始嘅一個傳統就係會將俾外星人嘅信塞落呢個信箱入邊，亦都有人顛倒走去偷入邊嘅信，甚至係向嗰個信箱開槍。忍無可忍嘅 Madeline 最後將個黑色郵箱轉咗做一個防彈嘅白色郵箱，仲好幽默咁樣喺自己嘅郵箱下邊加咗一個俾外星人嘅郵箱。但係直到而家呢個郵箱依然係以黑色郵箱命名，並且係去51區嘅必經之地。好啦，第二個問題，如果你去到51區附近啊，係咪就代表你可以目擊到 UFO 呢？根據呢篇文章嘅作者所講，雖然喺51區附近觀察天空係可以見到 UFO， 但係大部分時間你只會見到一啲普通嘅軍機或者係測試中嘅飛行器，只會喺好少嘅情況下你先會見到一啲物理同科學常識係解釋唔到嘅飛行動作。咁亦即係話美國空軍對外星人嘅飛行技術係仲未可以完全掌握到噶，要重現外星人嘅飛行器對佢哋嚟講仲有一定嘅困難。但係咧，因為嗰個空域啊係美國准許練習空中纏鬥嘅場所嚟噶，所以咧你亦都有可能見到一啲戰鬥機喺嗰度進行模擬戰鬥。第三個問題，美國空軍有冇可能喺呢個基地曝光之後，將佢哋製造嘅飛行器轉移到其他嘅秘密基地？呢個情況都係有可能發生噶，但係喺51區附近依然係有大量嘅 UFO 目擊事件。雖然冇一個詳細嘅報告話俾我哋聽目擊事件嘅頻率有冇改變，但係如果成個基地嘅所有功能都已經轉移到其他地方嘅話，相信呢啲目擊事件就唔會發生啦。第4條問題，喺51區附近目擊到嘅飛碟係咪外星人控制嘅呢？根據51區嘅前員工所講，雖然呢啲飛碟嘅技術係源自於外星生命，但目前喺51區附近飛行嘅飛碟係由人類製造同埋操縱噶。但係咁樣都唔代表我哋見到嘅所有飛碟都同外星生物無關，因為喺51區周邊嘅牧場就曾經發現有牛隻離奇死亡，佢哋嘅屍體表面有燒焦嘅痕跡，而呢啲事件呢，就應該唔係人類所造成噶啦，亦都導致咗51區嘅基地有外星人監視等等嘅傳聞。第5條問題，喺51區入邊嘅飛行器幾時會進行測試呢？根據雷澤所講，反重力飛碟通常會喺星期3嘅夜晚進行測試噶，而佢哋揀星期3嘅原因係因為呢段時間51區附近空域嘅交通係最稀疏噶，同埋另一個原因係測試飛行器係需要1至2日又好繁複嘅準備工作，所以揀喺1個星期嘅第3日進行測試，唔單止俾咗佢哋充分嘅準備時間，仲唔會影響到直到週末嘅其他工作。下一條片我會同大家睇埋51區基地嘅地圖，到時我哋可以見到附近嘅環境、地理特徵、保安設施同埋禁區嘅規劃。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或者上 Facebook 俾個 like 啦。